西貢有船家喺船上面賣生海膽，唔少顧客即開即食，有啲乜嘢食物安全風險呢？法例要求賣刺身要攞牌，船家就承認冇相關牌照，但強調冇叫人生食，法例又係咪管唔到呢？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。我哋訪問過向船家買海膽嘅顧客，有人話啲海膽新鮮好食，亦都有人話食咗之後食物中毒。有食物安全專家睇過片段之後，話處理海膽嘅環境唔符合衛生標準，無論生食定係熟食都係唔適合，有機會引致嚴重併發症。內地一年5日長假期，唔少旅客選擇嚟到香港旅遊。嚟自汕尾嘅鄭小姐呢一日帶埋個仔嚟到西貢，為嘅就係個仔手上面嘅海膽。喺網上有見過，特登嚟呢度打卡，好新鮮啊！喂，老闆好好啊，50蚊3個俾我，因為我最後一個啊嘛。賣海膽嘅原來係泊喺岸邊嘅船家，員工喺甲板上面直接開殼，做到冇停手。有客人幫襯就用膠盤咁樣遞上岸。俾多羹俾我。有人一攞到海膽就即刻開餐。OK， 好啊。OK，唔該晒。有人更加自備紫菜同埋檸檬等。燒肉書睇到買咗8隻，好食，真係好食。根據食物安全中心指引，食肆如果展示同埋售賣刺身，應該要以清潔無毒性物料適當包裹或者儲存食物喺有蓋嘅容器入面，並且貼上食物標籤同埋註明食用嘅限期。呢一度嘅海膽以盒裝同埋原隻兩種方式出售，現場所見都冇貼上標籤同埋註明限期。不過鄭小姐就冇擔心。本身我係潮州人啊嘛，潮汕係啊，我哋嗰度都係食嗰啲生嘅，但係都唔會擔心衞生嘅問題咁樣。隨人應變啦，這個看個人體質咯。有冇諗過就係如果真係食完唔舒服啦，咁點算？自己黑仔咯，怪自己把口咯。不過船上有標示提醒顧客要徹底煮熟食用。我哋再致電檔主，佢承認自己冇食肆牌照，但係強調並非賣刺身。海膽會煎嗰啲海膽糕嚟食就最好食嘅，有啲人會煎蛋，有啲人炒飯。但係對於呢個生食呢，我就即係個人嘅意見啦，係咪？即係中意點食就點食咯。我哋捉起嘅係啊，扣生就食生，扣海就食海啦。冇牌冇咩，只不過賣可以呢就係新鮮賣俾你，又冇告示冇噴霧劑，我哋呢點就可以保證。地鐵站，佢話都可以喺市區地鐵站交收，聲稱保證新鮮。而家有人要呢，我哋就送出去旺角啊、坑口。今日送咗10幾盒啊，送出去旺角。我哋擺一包冰落去咯，擺一嚿冰落去。相差2個鐘頭要落啲冰落去。Yannis 同男朋友好中意食日本菜，尤其係海膽，平日都會選擇供應新鮮海膽嘅食肆幫襯。上年4月，佢喺網上面睇到其他人嘅分享，同男朋友專程去到西貢食海膽嘗鮮。我哋就喺附近即刻拆開嚟食，打開嗰下咧已經見到咧出水，即係啲海膽已經去到出水嘅程度，已經知道其實呢兜海膽都唔係太新鮮嘅啦。咁我哋食第一啖已經知道出咗事，因為其實嗰兜係直頭係可以話腥臭嚟形容。佢哋即晚更加輪流嘔吐同埋肚瀉，經醫生診斷之後係食物中毒，之後一整年都唔敢再食海膽。我哋成個星期都係屙得好嚴重咯。係啊，我男朋友佢會即係佢其實平時係好少病嗰啲人嚟嘅，但係佢都頂唔順佢啲腸胃都。自從食完呢個海膽之後呢，我哋之後就冇再接觸過海膽呢一樣嘢，即係我覺得都屬於係一個心理陰影嚟嘅，好驚會再食翻呢啲咁嘅海膽咯。係啊，唔想接觸佢咯，直頭係已經係拒絕接觸呢樣嘢咯。回望當時買海膽嘅過程，佢話因為睇到係現場即開，所以就冇留意船家有冇食物牌照。我就見到隱隱約約佢哋係有人喺度開緊海膽嘅。係啦，所以你話即係我嗰下我會覺得，都係新鮮開出嚟嘅嗰啲海膽。係啊，我哋就冇諗到幾時呢個海膽擺咗幾耐。
我哋冇諗過喺香港會有食物中毒呢樣嘢咯，因為我哋都其實幾相信香港嘅食物嘅個安全標準都好高嘅。根據食環署食物衛生守則，儲存食物嘅位置需要離地面至少30厘米。我哋將現場拍攝到嘅影片交俾食物安全專家睇，佢話呢一個環境根本唔適宜處理食材。即使生又好熟又好，都唔可以擺食物嘅。嗱，咁所以第一錯，佢係錯在咧嗱，當你呢個海膽無論係生食熟食，其實都已經係一個風險。呢個咁嘅海膽，如果即食的話咧，咁更加大鑊，因為個位置就擺咗喺地面上高，跟住啲工人裡面咧就喺度即刻開蓋，即刻擺落啲水裡面，就所謂嘅清洗。但係其實嗰個盤啦、水洗嘅位置咧，全部都係污染嘅，非常之唔合格嘅環境衞生。佢話刺身如果處理不當，容易引致食物中毒，高風險人士進食之後，甚至有機會出現併發症。海膽擺咗落個藍色個大桶裡面，高桶，你望翻個桶裡面咧，其實仍然附着咗好多個泥啦，好多個污水啦。裡面咧，其實我哋海洋上面嘅一啲嘅污染當中，裡面包括任何你想要到嘅大腸桿菌啊，嗰啲咁嘅富溶血性嘅弧菌啊，或者係甚至都寄生蟲卵啊，或者係啲重金屬啊，或者係泥漿。如果你話咧當事人咧，你係抵抗力比較差啦，或者係孕婦啦、小孩子啦，嗱呢種情況係更加要留意，甚至到引致其他嗰個嘅病發，而令到佢咧有機會咧 getting worse 嘅。佢特別提醒，所謂新鮮並唔等於食物質素有保證，市民唔應該進食來歷不明嘅海產。奉勸市民真係唔好食用。點解咁講呢？地鐵交收好，喺任何地方交收，呢個係一個交收嘅動作。問題就係你個海膽嘅原材料嘅來源，即使係即時開俾你食，或者即時係交俾你喺地鐵，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污染物嚟㗎咯。所以換句説話，無論係埋冰好、雪藏好、做咗咩處理都好，其實佢個來源已經被污染。根據食物業規例，任何人未獲准許售賣刺身，即屬違法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可以被罰款5萬蚊，同埋監禁6個月。但係船家聲稱佢哋冇叫顧客生食。有立法會議員認為，從現場環境所見，賣家可能已經違法。雖然你話寫喺度貼咗喺度，建議大家喂，你煮熟咗，經過高溫煮熟你先好食啊咁樣。但係另一方面，你就已經提供晒所有餐具開晒，其實你都擺到明，就叫我可以而家容許即刻進食啦。咁就變咗好似咧貼出嚟嘅提示，同佢所售賣嘅行為咧係唔吻合嘅。佢認為食環署需要加強巡查，必要時考慮突擊巡查。有啲已經喺個網上，喂，某某地方有啲咁嘅服務啊，喂，究竟有冇違法嘅行為啊？可唔可以呢幾個月咧，就係多啲嘅巡查，或者係有一啲嘅喬裝啦嚇，你都要去睇下喺個言語對答上會唔會暗示咗某啲嘢，可能有啲嘅灰色嘅地帶啊？我覺得當局其實都反而係要有法，你要去點樣去執，同埋可能喺高危嘅時節就更加要留意啦。佢提醒，一旦引發集體食物中毒，可能好難追查，建議當局做好預防措施。究竟點樣去追查呢？咁樣可能佢可以揾翻嗰個艇，或者揾翻嗰個嘅個賣家。但係個問題呢，就係，究竟有幾多嘅市民進食咗嘅市民係噏得出嗰個艇？究竟有冇招牌呢？係咪同一個賣家呢？追查我覺得咧一定加強咗個難度。如果係要等到事後去追查嘅，不如而家呢係要及早做好宣傳教育，做好執法，或者做好基本嘅巡查。咁我覺得呢個先係反而係上策。而我哋就向食環署查詢相關買賣有冇違法，以及會唔會執法。署方到截稿之前未有回應。時事多面睇，今集時間夠啦，再見。